汤罪己桀纣罪人，不信亦说行无偏至，视听言动合乎中庸。无临凡界非鸾显化，修身阐述贵在知行。诵经明心依经实践，过误但改不有二心。在论人道纲常伦理，仁孝利基道化家庭，父慈子孝人间美景，孝贤门第则明德风。曾子三省刻竹替己，黄香枕清夏凉冬温。一日三朝文王定省，枯竹生损孟宗成名。百孝经文奉为圭臬，老少皆能采衣于亲。家有